华视在地新闻继续来看，婚姻관农会基层的员工来投诉，讲因每一个人拢有收到一通手机的简讯，爱员工捐款予韩国瑜，甲立委的参选人谢淑雅。这个简讯来写讲，这农会总干事是捐1万，主任是捐2000块，带头来捐款。这个基层的员工讲，虽然因会当自由来落捐，但是这个感觉真无好。这个发简讯的主管是来解说讲，这个捐款唔是要予特定的参选人，是要捐予辅选团队，而且嘛无强迫来捐款。婚姻关农会基层员工最近收到这封简讯，内容写大选进入备战状态，韩国瑜、谢淑雅需要大家收听，总干事带头做起，捐赠1万，主任呢是捐2000块。 自由没有，我大胆说不会啊，不会捐啊。自由乐捐怎么还会看你有没有捐？当然不记名啊，告知的讯息而已。你要不要就是看你个人的自由意愿吧。员工讲内文有写，农会董事自由乐捐，所以无想要捐就卖捐。但是有团处基层的员工收到简讯，感觉像被半强迫的捐1000块，内心真无爽快。 到目前为止，除了主管跟转案室所自发性的募款之外，同事到目前都还没有捐过，被捐来1块钱。发简讯的长事主管讲，目前只有收到4名主管所捐的8000块，而且是自由乐捐的，钱未用伫特定的参选人的身上，是要捐予辅选团队用的，希望员工莫有压力。